欢迎收看台湾新闻，我是阿明张伟明。咱看到中天新闻换照这个新闻，咱讲到吼，真正最近是查了真加紧吼。这个新闻台本地就受这个卫生广播电视法来管制。咱看到第11条有规范讲吼，执照期限是6档吼，每6档需要换照一遍，换照咧需要变更什么？过去吼，咱讲第4档甲5档半这个营运计划的执行啦吼。另外过来检查咱讲到未来6档的这个营运计划，所以吼，咱讲换照吼，就是讲2018年这个下半年甲2020年顶半年吼，中天是毋是有依照伊个营运计划有好好的营运执行无？过来就是讲吼，未来6档，咱讲2020年甲2026年吼，这个营运计划是毋是合理啦吼？敢会当好好来达成？另外咱嘛讲到卫生广播电视法第20条吼，讲换照会成立外部的这个咨询委员会，各类型的这个专家学者来组成吼，提出着专业的建议啦吼。咱讲这就是所谓的这个初审。那么看到讲 NCC 伫咧8月时阵吼，进行初审的时阵，咱看到是6票啦吼，对上3票，结果是吼无同意换照吼，所以即阵吼争论争议就开始伫遮啦吼。那么看到讲吼，执行换照这个部分是到12月初10啦吼，所以吼伫咧11月时阵有7名 NCC 的这委员。将会做出着上尾建议，讲到底是要换互你，也是无爱换互你啦吼。但是咱嘛看到讲吼，10月26，因为这件代志吼，牵涉到真济这个意见的这个部分，尤其是咱讲中天新闻应该的这个意见，另外的社会现达，还有一寡这个民众这个意见吼，到底要关唔关，要换照互因，啊，无爱换照互因，拢嘛是产生着真大这个疑虑，所以爱办一个这个听证会。另外咧，这个 NCC 讲啥？考虑到这个错档吼，这个对中天经营理念上界实施啦吼，会当帮助讲厘清着新闻台营运吼，嗰个意义吼，出席就是伊的这个权利，唔是义务啦吼。另外，咱嘛看到讲吼，这个今仔日上新的这个部分是咱看到错档伫咧中国时报遮吼看什么？看一个报道啦吼。伊讲啥咧？伊讲吼，恳请这个 NCC 啦吼。依法提供完整的资料、充足的时间吼，以愿意来出席听证会啦吼。但是伊嘛讲到吼，这个准备的这个部分吼，伊爱准备较久的吼，无伊是不爱参加。但是咱嘛看到讲，今日上新呢是 NCC 有一个声明讲吼，请你尊重 NCC 独立这个审查的这个机关啊，这个部分啊吼。咱嘛透过今日节目，咱好好来讨论讲，这个换照、不爱换照，到底是依法行政，还是讲吼真正是这个执政党手存于内底？今日做伙来讨论。这部电影现在邀请咱来宾，第一位咱要邀请到律师黄德英。主持人大家好。第二位咱要邀请咱的立委陈玉珍。阿明好，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所以咱透过连线咧，咱嘛先介绍到咱台新闻所这个教授洪金玲教授你好。你好，大家观众朋友大家好。是洪教授吼，过去嘛是咱 NCC 的主委啦吼，所以咱要先带观众朋友来看讲这回这个争议啦吼，这个中天新闻到底换照会当通过还是袂啦吼？咱头拄嘛讲到8月这个初审，这个咨询专家的这个意见是6比3，是无同意换照吼。即阵就是咱讲吼，中天一定关，但是这个一定关是谁讲的？咱先做来看。中天电视台换照的争议继续伫拖，最近引起真侪讨论。2014年时阵，中天捌因为违规的代志真侪，转来面对换照的危机。NCC 迄当阵以换照后半年以来需要完成4项附加条款，有惊冒险的过关。毋过台湾社等等的本土社团认为讲，5年外以来，中天电视并无改善，新闻自由袂当无站无扎，中天依法爱撤照的应该撤掉。根本完全没有改善，而且更加恶质。他可以公然的造假抹黑，这1个月来是表现的比过去5年多都好很多啦。这等于是下个礼拜是一个考试，在考试之前呢，从来没有想过当学生的职责，而且可能是在混流氓的情况。有人反对，嘛有人赞成。新党甲蓝天行动联盟同一时间伫 NCC 头前提票语声援中天，表示讲保卫100%的新闻自由，反对 NCC 甲中天电视台关掉。新闻自由是不能打折扣的呀。100%的新闻自由是我们台湾民主社会的一个保障。严厉的谴责 NCC， 不要做东厂，不要做打手，不要打手。中天电视台执照要伫咧12月初19期，也就是伫咧即工进前必须要完成执照换发。后礼拜2、6会举办换照的听证会。NCC 表示，因为中天利害关系人。
新王投资董事长蔡英面对中天的英文有深入的了解，所以邀请伊来出席。毋过这是伊的权利，毋是伊的义务。记者综合报道。补充小解，咱第三位来宾哦，咱是媒体工作者蔡其达先生，你好。主持人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是非常感谢啦吼，咱嘛邀请到讲吼，真正这个4位来宾吼，真正拢是这个社会上吼，针对这件代志拢有关心关注的吼。尤其咱即阵要甲这个洪教授过来连线啦吼，尤其咱要问到洪教授，就是讲吼，新闻自由即阵吼，这个中天电视一直徛伫即点，新闻自由到底甲换照无换照？伊讲吼，甲伊白做伙啦吼，伊讲吼，那个这个无换照，无同意因换照，就是违杀咱讲的这个新闻自由，敢真正有影？咱先请咱的洪教授。好，多谢吼。我想这点吼，咱中天吼，因家己讲，即嘛一个论述，就是讲，NCC 要甲中天甲关台，吼，关台的理由是啥物呢？因即嘛是讲拍出来的观点是讲，因为我中天吼，甲咱即嘛执政党的观点无共款吼，所以咱执政党甲中天甲关掉，这就是吼，咱咧拍啊，咱的即个中。所以呢，即马就真侪人跳出来讲，所以这就是侵犯到咱的电视台的新闻自由啦。我想我即马理解的因的论述是安尼吼。想讲咱可能爱来看一下其实拄啊，咱主持人嘛讲甲咱即马的迄个法律的依据，其实嘛拢有交代咱其实即马毋是关台的问题因为咱若为法律来讲呢，这是叫做6年一个期限你摕到电视台，你就是一个一关你摕的是一个你爱去摕到一张执照。这个执照呢，就是大概甲你互你6年的时间。你会使继续会使摕到这新执照是爱看你这几年的表现，是毋是互你感觉讲咱还是讲重要的是咱的观众感觉讲，咱这个新闻台，伊是毋是有顾着伊的家己的计划书的行，还是毋是新闻台伊有照伊的新闻的专业去做新闻，伊家己的咱讲因为咱讲新闻自由是真重要，咱当然嘛希望讲咱的所有的新闻媒体，家己拢爱做好你家己的自律的工课。有影，新闻自由和新闻专业其实是这个相等的吼。你要发新闻自由，但是你的新闻专业无去的时阵，这要安怎啦？继续搁请教教授吼。所以其实咱其实理论讲自由嘛是爱有责任，所以其实这是一体的两面呐。是。有影，所以咱嘛看到讲吼，其实这个中天新闻这回这个事件吼，咱嘛看到讲吼，其实咱阁有这个教授的这个同事啦吼，就是林丽云吼，这个教授，伊即阵嘛是这个 NCC 委员之一啦吼。另外咱嘛看到讲，阁有王维正委员吼，另外阁有一个这个萧基宏委员，即阵吼是3个人吼，要来进行着咱所谓这个11月这个审查，但是伫10月2日吼有一届，咱讲是听证会，即阵要要求啥？要邀请啦，毋是要求啦，邀请这个咱讲蔡党的来做伙去做一寡这个听证，但是这回咱嘛看到讲蔡党的先刊报纸啦吼，讲伊愿意来参加，但是爱有互伊事先准备的这个机会伫咧。教授你安怎看咧？我去想礼拜1要进行的这个咱讲这个申诉这就是一个法定的申诉啦这当然嘛是NCC 伊做一个媒体的主管机关伊家己。依法做出来的一个一个审查的一个程序其实拄啊主席嘛有讲咯，规个审查的程序嘛是有进行其实主管机关伊咧处理这个媒体的换照的时阵伊拢会请一个外部的一个咱的换照的委员会先帮NCC 的委员会来做一寡对于这个换照的申请案的真详细的一个检查，因做出因的审查的结果，过来送去 NCC 的委员会啦，所以其实我感觉讲转来讲，拄啊咱讲关台，中天因家己讲就是要互关其实这种程序拢还袂行到最后，其实结果是安尼，唔知影另外一个是讲，咱为法律来讲我嘛必须讲因为是讲关迄个立场甲咱即卖政府无共。其实咱的法律内底无一条讲NCC 会使因为讲媒体的立场无共去甲处罚，还是讲去甲
关去甲无互伊执照其实无安尼的法律。咱台湾是一个民主法治的国家嘛，今仔若是讲任何一个咱的政府的机关，若安尼做，绝对无可能通过咱规个法治国家的这个检验啦。是。所以咱回到法律来讲，所以即马毋是因为你徛到一个立场的问题，即马是讲你过去6年，你经营这个电视台，你的表现安怎？你有违法的记录无？你有对台湾的观众、台湾的民众造成啥物不利的损害无？你家己有照你的计划书的行无？我拄仔讲的，你的计划书就包括讲，你是新闻台，你爱有真好的自律，还是内控的机制。有影。其实这就是我感觉讲是咱的一个过程内底，其实咱来一一来检验，嘛毋是。一一来检验，就是讲嘛，袂使讲去冤枉中天嘛。OK。伊若无做代志，是讲因若无违法，咱嘛袂使讲伊就是真无好，是讲伊是因为伊是啥物站在不同的阵营我想来依照咱的法律是。依法行政，依法行政是袂使安尼处理的。有影，非常感谢洪教授替咱说明其实咱嘛真正透过洪教授的这个介绍，咱嘛佫一摆认捌着讲，真正关这个电视台啦要关唔关，绝对唔是安尼尔是换照，唔爱换照，嘛是根据着过去咱讲6档换一摆，这是安尼较重要，因为咱讲这个广播电视无线电视台。有线电视台是这个卫星广播电视台，同款伊所使用的这个频谱拢是真珍贵的真稀有的真部分所以咱嘛看到讲卫星广播电视法就是有安尼规定啦咱讲6年你就要换一届咱在这部分就是伊这个期限就伫遮所以这回咱嘛看到讲伊的这个境外企业分公司嘛是同款第17条佫有规范着啥？伫满3档的时阵。咱讲主管机关应该都有一个评鉴的这个机构，然后咱讲这个部分结果若是无合格主管机关就会当限期改正若是无法度改正，咱讲主管机关就会当撤销这个伊的这个执照。但是咱即阵毋是讲即项适用着这个部分因为咱讲即阵这个中天电视台就是咱头拄讲的10月这个时阵有一个听证会，11月这个 NCC 的委员要来做一寡审查，12月10号就是因这个到期的时间但是咱看到伊过去咱拢无用17条来甲伊总剔除伊的这个关也是毋关这个部分所以咱即阵用的是第18条，对企业你执照满这个期满6个月进前，你就要送一寡申请书啦、英文书啦，你过去执行的这个计划到底有好好来执行落去了所以这个执行报告真重要。你讲过去若是违反着卫星广播电视法这个记录啦咱等下嘛咱看到讲到底违反着什么部分？另外咧，播送的这个放送的节目也是广告是毋是侵害着其他人的这个权利？另外咧，对订户这个纷争也是讲财务状况。其他会当影响到营运的这个事项，所以咱看到第18条内底有其他6项所以较重要就是第2项甲第3项。继续，咱个先来请教律师啦其实咱安尼看起来，头拄咱教授嘛讲过新闻自由、新闻专业这是这回换照还是无爱换照一个依据，绝对毋是政治立场啦。所以咱看到第18条第2项特别讲到过去的违反记录是介重要的。确实拄则台新闻所这个洪教授讲到一个重点，就是讲咱即马卫星广播电视法内底，这个法律内底无这个授权讲 NCC 会使去审查讲倒一个电视台伊的立场是安怎，无讲伊会使去审查讲伊的政治主张是安怎，拢无这个审查。伊敢若有一寡法律上的审查，包括讲伊有要求讲你爱有一个查证的义务，你对事实，你咧报道，你也有去查嘛？你爱讲这是事实。第2项是啥？公平报道的原则，就是讲你爱公平嘛，你上少爱公平。踮咧这个即马换执照的这个中天来讲其实过去一段时间，你看2019年有一个这个 NCC 的这个观察的报告，这其实网络顶管拢摕着这个数字是。到去年为止，佫有曾经有出现讲8.7%的新闻支持特定的这个候选人，那换做迄个描述，就是讲你用秒来算，伊迄个新闻内底有8.3亿支持特定候选人。
卖讲迄个是啥人啦，卖讲迄是啥人，政治人物无重要，但是全世界民主国家吼，你大概找无任何一个民主国家有一个新闻台会用8成特别高成的比例去支持特定候选人，全世界民主国家找无，当然北韩甲中共这无算啦，因为伊是民主国家。全世界民主国家绝对听无讲，哪有可能有一个新闻台会用差不多要9成的新闻要支持特定的对象？如果讲咱这个支持的对象是蔡英文总统的话，全世界一定重新搁思考台湾是不是民主国家。但是这个现象吼，甲2019年的这个 NCC 观测报告的数字搁出来，所以代表讲这个是不是适合会使做新闻台？这受到全世界共同来做一个讨论。拄则讲到卫星广播电视法内底主持人引用的这个法律条文，伊内底有讲到讲啊，你要互伊换这照，头一项这个要件就是讲，伊过去的这英文的计划是不是有符合这个英文的计划嘛？他们英文计划内底，卫星广播电视法有要求讲有一寡要件，包括讲你有内部控制，你要有这个专业伦理的审查，等等的这个计划。如果你有这个新闻台，你有这个机制伫咧，你有独立审查啦，或者是这个相关的要求讲啊，这个外部的委员来做这伦理审查，你绝对无可能做会出一个特别9成的新闻去听。特定对象绝对无可能，所以代表讲伊这个机制内底是无符合，就是讲你写一回事，实际上无法度发挥这种功能。所以你这个审查头一关，伊可能都袂过。拄则讲到这第18条，伊咧前6个月爱提出讲啊营运计划申请换照，这爱去审爱去审查嘛。你过去的英文计划内底的迄个付款。有要求讲，你有独立审查人，你要有这个专业的外部参与的委员会。结果你到去年为止，佫出现讲要用9成的新闻要支持特定对象，代表你内部的这个计划有问题。第2项是啥？第2项嘛真严肃哦，就是讲你有迄个红色的违反着。卫星广播电视法的记录，等下咱主持人特别讲到讲有倒一寡去用处罚，真严重，包括讲迄个有看到迄个什么天顶有迄个云咧飞啦，这是什么神奇的代志，这种新闻拢嘛去向法，所以踮咧违法的记录顶悬，伊嘛是有。我要特别讲到是讲，踮咧2014年，迄个时阵是马英九执政。不分蓝绿，国民党执政也好，民进党执政也好 ，NCC 的这个专家咨询委员会咧处理着中天的这个换这照，因当初时所做的决议嘛是无同意换这照，无同意的为什么？伊讲因为伊内部控制有问题，这个内部控制有问题，甲现主时为止，同款无改善，甚至甲去年我讲的这个数字用。8成8，这个新闻要支持特定对象。我假设讲，这个特定对象是支持蔡英文好啊，同款这种电视台爱关，伊就算支持蔡英文，同款爱关，因为这是一个民主国家，全世界民主国家拢看起来就讲，你就算即马最近不管是川普还是迄个美国咧选举吼，因电视台有因的立场哦，因不管是迄个伊的这个福斯啊，拢有伊的立场。因无可能做出讲用9成的新闻去支持因所支持的对象哦，因共款有一个要求讲公平的这个，因为全世界民主国家拢共款，伊就是要有个公平查证这个义务伫哩。所以全世界咧看到讲台湾有一个电视台，号做新闻台，但是伊有9成。将近9成的新闻支持特定对象的时阵，伊毋是全世界民主国家所认定、所知影的这种新闻台，伊就无适合。对，无法度做这个新闻。另外，即摆卫星广播电视法内底有这个法律要件，伊内底相关过去去用处罚的记录非常的多。咱的主持人特别讲，就讲伊处罚几啊条，包括就讲伊的英文计划无符合着2014年迄个时阵马英九咧执政付款吼，这系付款的内容。所以咧，马英九执政的时阵咧 ，NCC 就所做的这个决定。咨询委员会嘛，甲你讲你内部控制有问题，这无通过，无后来讲折中，互你付款，结果你付款嘛做无够，你现主是甲你讲啊，我甲你讲，这个操作是你这是新闻自由，你甲我管就是新闻自由问题。我感觉讲吼，这是无负责任的讲法，爱。任何一个民主法治国家吼，爱较认真的去看讲这个新闻台，我无讲你挺啥人，你就算是挺蔡英文，用9成的新闻挺蔡英文，我嘛讲你应该爱关，因为无一个新闻台会使用这种的新闻操作来做这个新闻，这都无应该讲无资格叫做新闻。所以台湾即马徛咧民主的这个，应该讲甲国际上要安怎落去做一个咱甲国际要斗阵，要徛做伙。
民主的价值、法治的价值，踮咧遮，唔是讲一句讲啊，这甲我关就是新闻自由，上简单。OK， 爱一条一条甲看好清楚。真正就叫做依法行政啦吼，所以咱要继续来请教委员吼。有人讲这个换照不爱换照，即阵变做是关啊唔关啊，都还袂讲要甲你关，你就甲我讲哦，我一定关吼。但是这个部分，咱头段嘛回到这个卫星广播电视法来去讲啦吼，就是要换照不爱换照，其实拢根本吼有这个依顺的吼。咱头段嘛讲到，因为这个吼频谱吼真正是非常这个珍贵啦吼。你占伫遐，唔是你讲吼，我占伫遐，我就是万年会当占伫遐。你若是有死角菜，还是讲真正有这个威胁的这个部分，本地 NCC 就有权力来去发。但是即阵嘛有人讲NCC 你就是打手啊，你就当抢啊，吼，这款言论如果出现，委员你安怎看咧？对，所以吼，我感觉黄律师讲啊真好啦吼，唔管对个电视台啦，唔管对个新闻台吼，你若像伊讲，中间有87%支持特定的对象嘛，用上比如支持总统的候选人嘛，所以叫最新闻袂使安尼做。啊，那即摆来看，咱袂使否认的吼。台湾的电视台几乎拢计有立场啦，咱讲啊，被三立100%可能支持民进党，嘛是支持特定的对象啊。干你就讲安尼都，那中天爱关，三立爱关无？所以这个换照，这个基本上款意思拢共款吼，标准都是拢该上款嘛。那即摆外口有即款讲法吼，所以媒体界大家有这讲法都想吼。咱大家也唔知记者啊，佫会记的袂？台湾代志发生真侪，有啥时间？佮啊，这呢记真侪代志，有啥会袂记的？5月份的时阵，大家唔知会记。总统府有一个副秘书长，有一台电脑，甲迄个拜登因后生同款，有一台电脑，电脑唔知是红头客还是咩啊？大家讲，第二讲是骇客，到即摆唔知原因啦。骇客入侵啊，怎有流露出一些机密的代志？内底有几条，大家唔知佫会记的？无真久的，大概都要3-4个日知。内底讲吼。其中吼，陈耀祥吼 ，NCC 就是要找陈耀祥来做主委，吼，陈耀祥做主委，迄新闻大概讲陈耀祥吼，然后内底呢，因有派2个新的委员吼，啊，2个较亲无问题的是咱绿色的吼，亲绿的吼，伊2个都是即摆迄2个主持人，叫林丽云吼委员嘛，林丽云啊，这个大家有王维京，王维京吼，这2个啊，这阵佫扣一个，或者小不，这是后壁的主持人，我讲迄个时阵内底露出来讲所谓骇客入侵的。迄个弊病嘛吼，伊讲伊两配合。自达说，这自达是什么人？自达就是即摆在行政院的即摆政务委员啦，已经即摆整理部会首长的时的内底政务委员啦吼。伊讲吼，伊在内底写清楚，咱即摆一回头来看，逐项拢计有印证哦。OK。讲有2个啊，陈耀祥讲啊，第3个是较理想派，即讲较理想派，拢无一定是听民进党的，就是讲迄个主任秘书啦吼，迄主任秘书。主任委员啦哈。无。主任秘书，迄时阵主任秘书，后来也变成委员吼。啊，但是呢，陈耀祥讲吼，反正若是互伊派家人去做主委，陈耀祥讲伊会去来处理，因就是来负责处理中天的代志。这毋是我即摆讲的哦，这是5月份都有人伫讲哦。后来即摆代志一项在发展，看无？后来 NCC 在1个你知影这委员通过，都是这人吼。即摆这就是对这，因这。啥物？这局啥物就爆发起，我甲总统绝对是无机会，佫继续做落去。因为这局真早就爆发，为什么人安尼讲？即摆讲啊真好听，什么讲哦？这是什么有违反什么有违反什么法律无吼？那照这标准吼，因为台湾电视台其实拢计上款啦。总体是真非常的挺韩国瑜迄阵选举时阵。三立电视干无真挺民进党嘛是真挺嘛，这拢计真正常。但这是安尼吼，看新闻看电视，必是有一个。家己的决定，自主的管理嘛。你遥控器伫我手，我想要看，我看中天，我看的习惯，我看中天；我看三立，我看民视，迄是我的自由，我选择的管理嘛。即摆政府做这动作，其实是真明显的代志，就是讲，看大家拢计知影中天都毋是挺政府的吧，都较，莫讲毋是挺，较批评啦，较老批评政府嘛。所以呢，伊即摆甲你关了去落，就是讲吼，落去互村的媒体看，媒体啦吼，报社也好啦，记者也好，全部人你拢计看。后摆吼，你若讲话若是较无照政府意思，政府是真侪管理是政府的手的。OK， 对。但是咱嘛看到讲吼，这回 NCC 如果讲话啊吼，咱嘛看到讲，虽然这个玉珍立委吼头都有讲到有一个剧本的这个讲法，5月初吼，都安尼出来，但是咱讲吼，真正这回咱这个陈耀祥也好，还是讲林丽云也好，王维京也好啦吼，这回拢讲吼，可能是这个剧本内底写的这个是哦，较好，跟你厉害。有人对天顶摕一本资料，会使知3月了发生什么代志？你会知讲3月了发生什么代志吗？讲啊准，名拢计出来，拢计对，
哦，拢安尼对啦吼，就是讲嘿，代志拢计调要处理什么嘞，拢计照安尼直直搬落来啊。OK， 这你讲百姓要怎会相信咱这政府是公正的嘛？是，所以咱讲吼，委员有这个剧本，这不是我写，这总统府秘书长。总统府这个剧本的这个讲法伫咧，但是这阵 NCC 嘛要搁一届强调，因是独立审查的这个机构啦吼，咱看到吼。伊讲 NCC 呼吁的啥 ？NCC 呼吁各界爱尊重讲 NCC 国家团部委员会有这个独立专业这个审查这个部分啦吼。咱么看到讲吼，这个除了针对 NCC 这个对中天新闻这个换照这个部分啦吼，真正伊讲吼定序严谨吼。依照委员会这个决议吼，10月26的这个时阵咱办听证会啦吼，扩大社会参与。迄当天吼，真正是专程拢来直播啦吼。另外嘛，透过讲吼强调啥？伊讲吼，这个监理广播电视媒体业者吼，爱保障新闻自由以外，新闻专业嘛一定要有要求。所以咱头拄嘛一直讲的，新闻自由甲新闻专业吼，其实是两个爱做伙来并行的啦吼。所以即摆 NCC 吼，大家拢讲吼啊。这 NCC 的委员就是向较拿向较烈吼，但是咱过去就咧讨论讲吼，这个 NCC 的委员本地就是照这个正当比例来去提这个产生的啦吼，但是正当比例吼，若是讲真正这个体制有问题，应该改的是这个体制，唔是去追究讲吼，这个委员，尤其这个委员拢是伫这个学术界有因的这个专业伫吼。继续，咱要来请教咱的媒体工作者吼，过去嘛要伫咱这个媒体来服务啦吼，安怎来看这回这代志？有人讲吼，真正。这是一定关啦吼，关是因为这个执政党甲执政党的立场无共款，歪关也是讲换照换袂过，有另外一种讲法，就是讲吼，哇，这个52台真正是真好的这个电视的这个频谱伫吼，我转过遐52台我就会当看，其他候选的甲立赢较亲近的，会当入来甲这个频谱的这个位置啦吼，你安怎看咧？讲实在，就是讲到底这个中天是不是会关吼？我无把握。OK。因为讲实在，真正啊，照专业还拄啊，迄个，算讲黄律师伊讲过啊。是。按照这个迄个广电法案的迄个吼，其实你也看为2018年到今年，中天行罚13项的迄个。那算讲，你主要讲另外就是讲，咱看即个2014年，中天迄阵咧换照，迄阵是6-5，甲伊讲是无及格。无及格，照讲应该是爱撤照。是。但是迄阵是马政府其实是无甲撤照。OK。是毋是为着即个政治的因素？当前为着政治因素，无甲伊撤照。6当了后，是毋是有可能共款是为着即个政治的理由？最后是毋是甲留落来，嘛是有可能啊。毋得，就讲千万毋通假设讲今仔日是民进党执政，中天是一定的关系。毋得，就讲迄个我赞成即摆迄个传播学者管中祥伊所讲的，伊自迄个读面册顶头讲过，就讲希望即个党政各方面的这高层吼。这段时间，拢卖讲话，你下这个 NCC 这委员，不管讲是为这个10月26这个公证会、听证会也好，到迄个12月这个开始到底是咧决定安怎吼？完全下 NCC 这委员下因去决定。当然这段时间，迄个媒体也好，还是啥物政治界，当然绝对是风风雨雨有人讲是这是一个言论自由，啥物迄个但是基本上真正你真正也是真正徛伫即个媒体经营者还是参与者的观点，这完全是毋是言论自由的问题。OK， 迄完全就是经营权的问题嘛。经营权当然是讲你今仔你是一个迄个黄金地段。是。你只遐迄个虽然讲有限制，讲6档就爱你直接迄个到底你是毋是违反规矩？无你若算讲无符合即个条款，换掉，讲实在，迄是你自己的问题啊。是。咱就讲，最近有人讲啥物迄个言论自由，你台湾袂使干一种声音。问题是，凭良心讲啦，我是媒体20几档，是，我非常清楚。哪赢？这一寡迄个，你讲迄个
联合报也好，还是体台也好，迄个真正代表是正统的拿赢的声音。啊，颠倒讲实在，中天吼，即个梦中即种声音，我讲实在，我2008年，OK， 哦，迄个算讲年底，原来中国时报，哦，中时系统变成一个网中即个系统。讲实在，对我来讲，迄是一个讲啊歹听，迄当然是1949年，哦，中国大陆为国民党到共产党，迄个过程完全是一模一样。OK， 嘿，就讲听开始当然是无代志，但是慢慢啊，哦，甲我讲，迄个西藏的代志袂使处理，OK， 律师的问题袂使处理。因为你过去嘛是伫这中国时报来做服务啦，对，嘿，迄是2009年开始，因为伊是迄个2008年吼，迄个秋天，哦啊，算讲顶开始，迄两个月，其实讲实在，迄是阮的最后的迄个黄金假期啦。啊，2009年开始，哦就世界就无共款。譬如讲，迄阵咧心理即个问题，我希望袂记咧啥物代志，就讲竟然是蔡英文用报纸下骹迄落。甲迄个 NCC 的委员3个人，甲当作是迄个通缉犯来处理，迄真正是非常非常过分。毋知当初已经发生一个头一个，哦，算讲拒绝迄个网中的迄个拒绝中国时报的迄个，一直到2012年，哦，伊接受即个华盛顿邮报的迄个访问，讲到迄个律师哦，无死偌济人，哦，啊，迄开始在。搁第二波的迄落，啊，另外迄种我自迄段时间，我含必离开。OK。啊，我离开无偌久，啊，包括像何龙信啊，啥物啊，因为就是讲针对黄国昌，哦，迄阵伊是迄个中央研究院学者，竟然算讲用迄个抹黑，哦，迄个用新闻操作的这个方式来去对待啦。对啊，毋得就是讲你完全看会出来，就讲为即个头家到遮的高层。完全伊毋是咧处理，为这个新闻专业来处理这个新闻问题。是，所以咱嘛看到讲吼，其实这个2014年吼，这个事件咱嘛有听到，这个律师也好，也是讲咱的这个这个先生嘛有讲到吼，就是讲2014年本大都有一摆吼要换掉这个风波。头拄啊，咱讲的这个蔡先生吼，嘛有讲到吼，过去伫咧中国时报，已经过着吼咱讲吼过去的这个中国时报是文人办报的这个时代，甲变做是网中集团的这个时代。最后吼是去互逼离开啦吼，咱们看到讲安尼已经经过12档啊，6档爱检视一届这个换照的这个部分。2014年迄当阵的这个决议是无要互因换照的，但是咱头拄一直讲的这个4条付款吼，就是讲真正有这条4条付款吼，你爱去执行落去中天新闻台，才有法度继续来去生存，才有法度继续来去营运。我相信吼，第一条登记办理员工的教育训练。一定会做，一定有做，但是伦理委员会吼，这可能嘛是有小可有去做到啦吼，并且就讲新闻传播学系这个教授也好啦吼，也是讲其他的这个妇女团体、儿少团体，也是讲消费者保护等等这团体，拢有伦理委员会这个外部委员。另外咧，就是讲爱有一个专职的这个编审人员，编审人员就是啥？咱讲一般咧报新闻尾啊其他伊爱非常这个监控针对你的这个每一个新闻的这个报出，拢爱有严格这个审查这个部分但是第4项，到即阵也未落实的是啥物？就是独立审查人制度啦啥啊？这条遐尔重要过去咱讲这个内控出问题了后，无人去解决，就是无一个独立审查人的这个制度来去控管所以无落实进程，依法会当随时来撤销中天敢若改善咱讲头拄这个3个这个部分2019年5月时阵，佫互 NCC 用到无落实这个付款罚50万啦所以咱看迄当阵6比5无及格啦真正无爱互伊换照，咱讲用到付款的这个方式，但是迄当阵嘛是因为这个审查委员无过2/3啦所以嘛继续互伊换照。也会记得无？咱头拄一直讲的，迄当阵是马英九前总统执政的时代。就这款的，咱讲换照的这个风波，所以伫咧蔡英文执政的这个时阵，有人讲蔡英文政府你就是这个乌手侵入到这个中天电视台，这个换照的这个风波，安尼讲起讲袂过啦咱嘛要继续来请教
这个咱的这个委员啊吼，咱看到这个付款，真正若是你4条拢真正执行落去，啊，若是讲真正咱头拄讲的第18条第2项，你若是无这违反的记录，换照一定无问题啊。来，我来讲违反这记录啦吼，这真多啦吼，唔是拄啊中天啦，逐台拢计有啦。啊，主要从出发的吼，啊，唔是讲伊做什么代志，而这资料都做，唔是拄啊中天，逐台拢计有20万、40万、60万、80万，我拢计全部看过。三日来有逐台拢计有，但主要是违法的，拢计是违反着，比如讲哦，儿少啦吼，甲青少年较有关的迄款啦吼，啊，搁伫节目内底袂使做受过广告的啦，诚做是罚则啦吼。咱来举几个例啦吼，咱你讲迄中天迄内底什么凤凰展翅迄混迄个。违反公序良俗嘛，有可能，嘿，这个代志无查证，这个代志伫中天有一项啊，三立敢无吗？三立嘛有啦，有啊，什么林佳龙什么，啊赖清德什么云啊什么，迄大家拢该有受看到嘛，三款有发生啦吼。我定来讲吼，政府若要做什么事，你是对头到尾标准拢个三款，大家钦佩你。你即摆今日怎做，大家袂讲报告的，对，标准来三款嘛。袂使讲对家己某一个电视台，哎，对，比如对三立你就哦，这拢个会使吼，啊对别项就是拢个袂，对别间拢个较无讲你欢喜的，你就较袂使。我举一个例啦，照这标准吼，你头先讲的，几项吼，三立拢个有处罚掉。哦，我拢个手头拢个有资料啊。第二你讲的迄个。什么附条件什么迄规定的迄条件嘛吼，就是付款嘛吼，附加条款什么10几个啊，独立审查人什么这样吼，来我讲这规矩你听了吼。那咱知即摆美国迄来猪要进口哇，瘦肉精的猪要进口，你知伫咱行政院的规定内底，若是要有即款叫做重大的食安的政策，要改变，是要开食安会议呢，这是白纸黑字写伫政府的规定内底。所以民进党政府就是这个。伊爱召开啊。3号日来啊，我爱请什么消保会，甲这3款的，甲这新闻台上消保会啦，什么消基会团体，什么民间团体、教育团体，什么团体写真多，召开，大家来表示意见，然后。要过唔过，这政策要做唔做，再往下做，绝对唔是政府讲一句话，咱落是安尼落。所以民进党政府伫这地做无好势，一定要谴责。唔管丢一项代志，但是讲标准都是拢计爱3款。你若是家己伫上位人照规矩落做，你来要求的对人，就无问题。今日人袂甲你批评，今日百姓有真侪批评啊，想讲哦，你这中天是因为什么？甲你讲的无3款吼，要到你唔互你换照，就是因为你。民进党政府真侪年来，尤其这几年来，伤过严重啊，对无？真侪标准拢个无上，对家己的标准拢个真宽松啊，对甲你袂好的拢个真严格啊，拢个。能够先请律师啦吼，因为头拄啊，这个律师嘛有讲到，就算是讲这个电视台一直讲这个蔡英文政府好，嘛是爱关啦吼。应该安尼讲吼，你全世界民主国家吼，真正找无咧选举期间有一个高成用。就伊讲88.31啦，这是一个迄个数字统计起来讲支持特定对象，所以这个物件其实若有其他的统计数字讲啊，这选举期间多一个电视台，共款这么悬的比例支持特定对象，伊去用关吼，我嘛无话讲哦，我不管伊支持啥人，我都有讲过，如果用8.8的新闻咧支持蔡英文，这种电视台我嘛认为应该爱关。这数字这个过去这段时间。去网络顶悬掠拢掠会到，这个 NCC 的观测报告在，这个叫做观测报告，其实这拢掠会到，只要伊要指控讲啊，你若啥那敢若对我有这个严格的指控，啊，其他的电视台无，伊甲数字提出来，有这个资料，当然全世界民主国家无人会支持这种电视台用高墙咧听个人的啦，所以这是一个客观的数字。另外一个是讲，啊，咱最近一直听到一个讲法，拄则迄个单委员嘛有讲到，吼，伊讲啊，这个今年5月吼，都这个总统府的这个笔记型电脑造出来啦。啊，结果我一查落讲，啊，迄个假新闻啊，就是讲，迄是中国时报报讲啊，有一个相关的这个报道讲啊，有一个笔电叛去。后来这个总统府有发表这个声明讲更正，就是讲要求讲应该谴责甲道歉，就是讲根本都无笔电落去。啊，所以对这个攻击这公犯吼，伊讲甚至。就是泄露出来讲，这个内容有经过变造，所以有叫检调、落调查，到底是向落变造。所以这个案件内底，即马相讲的准审吼，其实毋是讲啊，迄个有一个新闻讲，迄个笔记型电脑造出来啊，所以这内底是啥物有一个剧本，安怎拄安怎，迄个其实拢是大家讲啊有脚有手。这个是这个剧本吼，其实凊彩人拢会使讲啦。是这项检调调查讲是谁甲这个物件比。
头一项是讲笔电无走出来，第二项是讲如果有骇客入去所提出来文件经过变造，这个变造如果有查出来，就会使落去查。你拄仔讲我拢无甲你吵，我感觉人爱有基本的尊重吼。所以我就会讲，踮咧这个中天的问题吼，我认为讲卖用政治的口水去插出去，回归到法律就法论法。咱台湾叫做一个民主法治国家，如果今仔卫星广播电视法内底要件，你认为倒位有问题？立法委员会使讲我要修嘛？你讲伊过去有这违规的记录，我这个条款我卖用。18条这个条款我感觉卖，伊早卖甲伊算，当然卖写晒。2014年迄个时阵，专家委员会马英九执政讲，中天这个内部控制有问题，所以无支持。我伊讲无要互伊换照，我嘛讲我即摆要修法，以后卖用这个专家咨询委员会法定内底，我甲卫星广播电视法摕掉，无马英九执政，民进党执政，国民党执政，民进党执政，专家委员会全部甲你讲袂使，哪有这种委员会啦？拢卖用这个委员会，你若要修法，我嘛无意见。但是现主时发生的情况是啥？国民党执政。专家委员会甲你讲，中天内部有问题，内部控制有问题，无支持换照。民进党执政，专家委员会共款通过讲内部这有问题，所以拄则迄个蔡成有咧讲啦。如果过去这个2014年，专家委员会已经做这个决议啊，是安怎迄个时阵2要互通过，用一个付款？我安尼讲，照行政定数法的规定，付款是啥物意思？我要做一个行政处分，讲互你换这照，我内底这4个条件，你若无法度来达成。我随时甲你废除，所以这才是撤照。咱大家咧讲撤照，即摆伊是换照，换照是讲我了无互你准，毋是讲你摕到这照就一世人。像我有救生员的这照，我过去啊，我敢袂使讲我来讲工作环境你剥夺，无的嘛，因为我。过去就是过去，就是无法度去做救生员。所以踮咧同款的电视台，你即马摕到这照，讲我要做换照，你不换，这是什么侵害新闻自由？这伤害嘛？就亲像我摕到救生员这照，讲我即马过去啊，我甲你讲，你国家哪会使侵害我的工作权？无这种讲法啦。所以逻辑若有清楚，头壳有清楚，就袂做这种主张。回归到我一直强调，讲台湾加做一个民主法治国家，回归甲卫星广播电视法，现主时的规定，不管是国民党执政、民进党执政，专家咨询委员会拢甲你讲。中天电视台2014年甲今年拢无通过讲要互换这照，因为有法律上的1、2、3、4、5、6个理由。你若甲讲这个法律有问题，你要甲修法，立法委员要提修法，我嘛讲会使来探讨啊，我嘛无讲袂使。但是若照过去2014年甲即马2020年内底现主时的法律要件，甲现主时的这个咨询委员会所决议的内容拢相像，讲无支持中天换这照。这个情况，我感觉讲袂使凊彩一句话讲，这都是政治操作，这有剧本啊，这是啥物政治口水？我感觉安尼讲法了，无负责任。有影啦吼，所以咱嘛看到讲吼，其实台湾有真深的这个能力吼，伫遐搭来搭去这个部分，但是咱这个部分一定吼排除伫咧咱讲这 NCC 的这个部分，照拼照行，咱讲的即嘛是卫星广播电视法吼，第18条就是安尼决定的，咱讲吼规定的这是什么？6年你就要换照换一摆啦吼，所以这回中天绝对唔是因为你特定立场来去吼要互换照，也是讲甚至互关台，关台也未关台，拢也未讲一个准吼。但是为什么即阵吼采发的这个重大的这个记录是啥物？吼，这个咱讲一个选举场吼，迄当阵区议员吼，一个选举主持吼讲单机卖这个吼支持者。无离开，啊，伊变做是卖离开，变做甲这个支持者甲高正吼，啊，所以中天这回是吼违反着事实查证的这个完整方法20万。另外就是做个市场合体的时阵出现着红啊吼，另外就是讲违反着公序良俗这个无经查证这个原则。若讲吼，这个其他电视台有讲到其他吼，较这个侵入赢这个部分，其实嘛是爱罚啦吼。啊，佮有这个韩国瑜，若是要访问新加坡外交官来登场，然后嘛是违反着。实施，咱讲查证原则啦吼，啊，佮有这个大陆人买袂起，农民要甲200万吨吼，毋是紧哦，这个文旦倒入去这个水库吼，相信迄当阵，吼，这个真济这个农民啦吼，嘛是真正心咧疼啦吼。尤其咱讲吼，200万斤，因尾啊才改喙讲是，因讲的是200万斤，毋是200万吨吼。所以这佫是啥物？无检查到这个内容，这个合理性无平衡纠正，影响到农产交易这个秩序。这个是 NCC 开发上盖当的记录是100万啦吼，所以咱看到讲吼，咱头拄虽然有这个其他有人讲到这个韩国瑜的这个因素，但是上大
有是为什么要用到这个新闻操作的这个方式来干预到这个人民咧看新闻，影响到你的这个头壳来咧想什么吼？继续，咱个请教咱的蔡神士啦吼。咱咧看到，其实这个内部控制遐尼啊无好。咱讲到2014年迄当阵换一摆吼，无成2020年。头拄你嘛讲吼，可能无一定关啦吼，可能照也是会拨予伊。但是即阵你嘛是一个政治这个因素咧考量啊。蔡政府是咧惊啥？我想这段时间大家应该有知影讲，变成讲迄个中天的问题吼，已经变成一个政治问题。OK。因为凭良心讲，就是讲我还多一再强调，你为这个传播。这个新闻专家的这个角度吼，无论如何，你看这个52台中天，真正这几档伊的表现，真正是完全无及格。这不管我是哪还是劣的学者，拢有这种共识。唔知还多啊？历史已经讲过，是安怎？2014年迄阵的 NCC， 迄是马英九时代哦，造成这个6比5，一建议讲爱剔查。这6档来，你也看到讲，当然是以旧年迄个算讲为着这个选举伊为着这个支持这特定的这个候选人，唔知对讲一寡迄个算讲韩粉认为讲你就是因为迄个我支持韩国瑜，所以才要搞关，才搞关。问题唔是安尼样，你也看到讲，你看今年伊嘛是共款，抑佫有3项譬如讲今年的1月，这铁工大商伊老爸来电，讲这个啥，结果证实讲是迄一个影响到心理迄个，其实是有问题迄个新闻。另外就讲丰台倒数6天，这造成就是讲疫情的时间吼，要封台湾吼，所以造成着咱讲一寡。其实当然是无影无迹。OK。再就讲包括就是讲咧迄个已经包迄个。韩国瑜的新闻伤侪NCC 罚款咧换这个新闻主管啥物安怎啦100万，其实是违反这个新闻查证的这个关键。当然我赞成还拄迄个单位官讲过，就讲迄个你除了这个新闻查证的这个原则以外，这个公平原则我赞成。唔知就讲你除了中天以外，譬如讲你3立也好，还是其他的迄个。同款标准来处理啦。对，我是感觉唔知就讲我还拄已经一再强调就讲。你政府高层这段时间，你完全莫针对这个中天有任何的讲话，因为你不管安怎讲，绝对上handle到迄个。就是讲你完全就是下 NCC 这委员，函照迄个因专业去审查。另外就讲，当然就是讲迄个大多数的迄个一般的民众，咱来甲民众讲就讲，这唔是。言论自由问题，因为台湾无可能干那一种声音。好多讲过，就讲除了中天以外，你讲像迄个联合报也好，还是 TVBS 也好，迄代表的声音，迄敢是劣的声音。就讲，唔得从为这个角度，无可能讲因为中天的这个撤照，台湾就完全行去。完全是无声音啦，无可能的代志嘛。其实咱们看到讲吼，头拄咱一直讲到吼，中天以外，还有这个中视，还有这个中国时报，拢是这个蔡当署长所有的这个媒体啦吼，所以真正袂有一种声音尔啦吼，所以咱看到讲，真正咱的媒体真多元，但是咱所徛的这个新闻专业。嘛是爱有一个，即吼，咱讲一寡遵循伫咧啦吼。咱嘛看到讲，其实这个关电视台毋是头一摆，但是关也是讲要互伊照，也是无爱互伊照，其实拢是根本着吼，伊过去这个英文计划书啦吼。咱嘛看到讲吼，亲像咱所经历的2005年。东森新闻吼 S 台啦吼，伊当阵英文计划吼，就是专业新闻性的这个节目频道，但是咧非新闻性的这个比例吼有26.1%啦，所以甲伊的这个英文计划无符合迄阵去用关台，这嘛是有这个先例的吼。咱嘛看到讲2005年的时阵，共款嘛是这个东森新闻台吼，甲因共用啦吼，所以无合
到这个营运计划，嘛是去用关台。迄当阵嘛是吵到真加紧啊，但是迄当阵 NCC 就是本着因的这个专业来去做一寡这个决定。2005年的时阵，卡萨这个黄金卫视电视台，然后咱讲吼，这部时段交互这个投顾公司吼，比例有超过5成以上，无法度落实着营运计划这个规划。另外咧吼，就是这个蓬莱先生啦吼，伊讲无落实着营运计划，这部广告化这个部分伤过济啦吼，违反着法律规定，甲公司。咱讲量属的这个严重啦吼，另外就是2010年年代综合台啦吼，节目甲广告无法度区分，节目广告化真严重。2010年大家也会记得无吼，这件代志嘛是真大啦吼，尤其有人咧讲，哇，迄当阵就是这台抑阁是较亲这个马总统，这台有啥物马总统要关？马总统嘛是展现决心，但是马总统讲无，迄就是 NCC 的这个权力，甲伊的这个吼。按照伊专业去审查出来这个结果，所以 NCC 迄当阵就会当安尼行安尼做但是即阵的 NCC 声讲批评或者是当抢咧。应该安尼讲吼，就是讲咱若卖用倒一档咧即种来看 NCC。过去 NCC 咧用遮铁度或者讲无互伊换照的理由，现主是摕来用吼。其实你卖用正当的迄个色彩来看。好 ，NCC 伊即摆合作独立机关的意思，就是讲伊依照法律独立刑事职权，伊敢若咱咧讲司法单位共款啦，就是讲伊应该是独立判断，伊内底的人拢是零基制，伊毋是讲我政治任命，所以我都补充一点是讲，我拄则讲着讲中国时报过去讲迄个笔电落去，迄其实是周刊网报道，中国时报即摆查了，我互伊一个平衡，就是讲他后来也更新，他更新了总统府的讲法，伊讲这个伊后来迄个标题嘛改啊，伊讲其实无笔电，我帮中国时报讲一下，就是讲咱当年迄个时阵讲有人去批评讲迄假新闻，迄个周刊网的报道，中国时报一开始是报道甲讲笔电有报去，有啥物有内容泄密，后来讲 update 讲伊有更新版，中国时报即摆有改啦，我有看到，就是讲中国时报网络版已经讲着讲，迄个有讲着讲笔电无落去，无迄个内底有变糟，所以这个部分也有平衡。我要转来讲是讲，如果咱看 NCC 的角度，踮咧遮咱依照伊的这个卫星广播电视法，伊内底就是有一个专家咨询委员会，就是要新任何一个电视台吼，要来换即照，拢共款有一个专家委员会。2014年、2020年拢相像，专家咨询委员会内底委员，就算迄个时阵是马政府，即马是蔡政府，咱莫看做倒一政党。这个专家拢是共款的想法，通过半数讲，这就是内部控制，中天内部控制有问题。迄个时阵的中天嘛，无讲伊迄个时阵支持民进党嘛，现主席嘛无讲伊支持倒一党，咱莫讲伊都支持倒一党。即马踮咧规个法律内底，无讲你会袂使支持倒一党，内底敢若甲你讲，你爱有事实查证的义务，内底爱有公平的报道，内底爱有一寡法律上的条件，包括营运的计划提出，你要内部控制，你爱独立的审查人。如果过去2019年有这个独立的审查人，2019年有这个外部控制这个委员伦理委员会，敢有可能出现讲8成倍的新闻停过哩？绝对无可能嘛！这是一个委员就甲你讲吼，这爱改一个，爱倒位爱注意一个。在座就包括主持人，咱咧媒体咧工作，敢有可能讲今仔日这个内容吼，我要停过屏，你的内底委员会来袂甲你讲，你这个无符合专业伦理，无可能嘛！所有全部的媒体，包括咱即摆这个电视台，所有的媒体拢有一个专家的委员会，外部的委员来甲你讲，你这个内底爱公平，你这内底爱查好清楚。所以踮咧这个情况之下，去年佫有出现8成倍停个人的情况，就知影讲伊内部控制绝对有问题嘛。2014年的时阵，就算是马总统咧执政，伊的这个专家委员会 NCC 的委员嘛，甲你讲这内部控制有问题，真正发生安尼。我是讲马政府的时阵是先知，嘛真正是先知啊。甲现主席有改变无？其实无啥物大特别改变。所以我讲行政定数法的规定是讲，其实踮咧去年。NCC 真侪人咧讲骂讲你行政怠惰啦，有啥物行政怠惰？像邱显智委员嘛咧讲骂啊，伊讲你迄个时阵就应该爱甲剔除，因为迄个做付款，付款无符合的行政处分就直接甲剔除，伊就无袂使继续营运。迄个时阵 NCC 唔敢，伊感觉讲这可能嘛是我认为讲回归甲法律，你若莫考虑政治吼，你就应该甲剔除啊啦。是，我嘛要帮这个 NCC 的委员讲一寡话啦。对，所以我嘛替因讲因绝对是真大的压力，唔敢甲剔除，照法律落去。甲拖到今年要搁换一照，
回归到卫生广播电视法第18条的规定，伊内底几若款，包括伊过去的违规的记录，包括伊有去侵害到其他人的记录，包括伊的这个营运的报告有符合落去执行无？这拢会一步一步落去检查，刷来听证的这个会议顶管，依照行政定事法吼，双方拢会来讲啦，就是讲你的利害关系人，你去用处分的对象，甲这个专家学者鉴定人做伙来讲好清楚，讲到底有符合这个法律要件无？我一直在强调讲。民主法治国家吼，一定爱讲的是讲法律的要件。你要修法是一个产处，宪主时还未修法的过程中，2014年甲宪主时拢相像。2014年不管倒一党咧执政，就算是国民党咧执政嘛，甲你讲伊无通过。民进党咧执政嘛相像，就代表讲这个专家委员毋是受到政党的影响嘛。上尾咱请委员吼，就是修法这个部分，那是真正有问题，法的部分会当安怎无？我感觉黄律师真系讲啊真好，啊那逐项代志拢去照这标准咯，我就真尊重。尤其这美国队吼，来克多万队要进口的时候，政府完全无照做啊，若无照做，大家出来批评一下吼。啊来讲头前迄几条法的吼，我感觉政府真系一步一步给弄好啊吼。你看迄2条吼，我知影，我有去了解，迄台商来电浙江台商来电会迄个代志吼，啊，佮有一个叫做200万军吼，后来因讲对200万栋，啊，但因现迄时阵就过啊，就过讲是讲毋对，但迄也毋是讲的，只两句话拢个是敲电话你起来，迄来宾台上迄什么老伯，啊，佮迄农民敲电话你起来，啊，听到是安尼，后来佮问讲啊，干对啊，伊才佮马上改，但是安尼嘛是用处罚啦，所以这个真侪代志，其实就真侪律师吼，拢个知影，真侪百姓甲阮委员、甲阮民意代表、甲律师来对政府不满，都是因为裁量权嘛。政府伫裁量权的时阵，定感觉介伊赏款了，迄度较我这边的，哦，无赏款了较我迄边，所以就定百姓会去到遮侪无欢喜的声音啊，不平的声音，咱需要咱的存在啊。台湾行到这个部分吼，真正这个司法还是讲其他，咱讲照拼照行，咱才有法度吼台湾向前行吼。今日非常感谢3位来宾，也感谢乡亲好朋友收看，咱后礼拜再会，拜拜，感谢。